近日有網上貼文話，喺舊年10月，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一個老師懷疑喺堂上面言語侮辱學生，涉事學生聲稱已經錄音之後，嗰個老師聯同4個教職員要求學生交出手機密碼。期間有職員直接拎起部手機對準學生嘅臉部，以 Face ID 嚟到解鎖手機，翻閱資料。家長其後向教育局同埋多個政府部門投訴。私隱專員公署證實，接獲一宗相關投訴，已經根據既定機制進行調停，並且係提醒涉事嘅學校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相關規定。而根據教育局相關指引，教職員喺校內搜查學生同埋佢嘅財物嘅時候，需要遵守多項原則，應該要顧及學生嘅自尊，並且係要符合現行嘅法例，包括係保障私隱權嘅法例。校方搜查嘅程度同埋方法，亦都要切合情況，需要衡量學生嘅年齡同埋事件嘅嚴重性。我哋已經向涉事學校查詢，暫時未有回覆。